大齋期默想系列第30天，4月8日，題目：福音的核心。保羅喺羅馬書中提出福音嘅3個重點：一、耶穌係大衛嘅後裔；二、耶穌被確立為神嘅兒子；三、耶穌從死裏復活。深入思考呢啲要點，佢哋共同指向一個關鍵信息。對猶太人嚟講，大衛嘅後裔呢個身份承載着深刻嘅歷史同信仰意涵。大衛係顯赫嘅君王，兒子所羅門嘅國勢更係盛極一時。以賽亞書嘅應許，有一子賜給我們，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，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，從今直到永遠。以賽亞書9章6至7節。呢份對大衛王國永續嘅期盼，落喺對彌賽亞來臨嘅渴望。福音指出耶穌係大衛嘅後裔，含義就係耶穌基督將作王，佢嘅國度永不動搖。耶穌被確立為神嘅兒子，呢個唔單單彰顯佢嘅神性，更喺當時嘅文化語境中有一個更深遠嘅信息。古羅馬凱撒因其戰績彪炳，被尊稱為神，代表無上嘅權威，而繼位者就被稱為神嘅兒子。保羅宣告耶穌係被確立為神嘅兒子，側面地反映出佢就係神國度嘅君王。耶穌被釘十字架時，追隨者對呢位民族救星嘅夢想全然破滅。然而3日後嘅復活卻逆轉咗一切。神使佢復活，表明咗：一、佢係無罪嘅；二、佢在世嘅教導完全可信；三、佢已被確立為基督，為主了。正如使徒行傳2章36節所說，復活嘅耶穌唔單單恢復咗門徒嘅盼望，更向全人類顯明佢係真正嘅君王。羅馬書中嘅福音核心指向耶穌基督嘅王權，呢個唔係僅限於地上嘅某塊土地，而係超越一切時空、全宇宙嘅主權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羅馬書3點闡述嘅福音內容，強調耶穌基督作王。對於我哋嚟講，點樣深化我哋對福音嘅理解呢？第二，如果耶穌基督係真正嘅君王，佢嘅國度應該喺邊度呢？佢嘅領土又喺邊度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地上嘅君王雖擁有權柄，卻受限於人性，常因私欲帶嚟紛爭同混亂。但你係公義嘅君王，你嘅國度充滿和平與愛。求你降臨，掌管我哋嘅生命與世界。願你嘅國降臨，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門。